这个国内的病院爆发着新冠病毒群组的感染。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嘛已经伫咧昨来公布这间病院的名称，就是部立的桃园病院。同时嘛来成立着指挥所，进驻桃园病院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桃园病院已经有6个医护人员患着病毒。嘛，因为安尼，这个病院有100-200个医护人员咧隔离，所以有真侪门诊拢来休诊。有袂少的民众到病院才知影，病院无看诊，被走一抓。就在指挥官陈时中松口说这一间染疫的医院就是桃园医院之后，可以看到早上来看诊的民众真的是少了非常的多。虽然院方说没有停诊，不过还是有很多的民众来看诊，却扑了个空。我不晓得停诊啊，没有看，挂下一次的。那他有说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过年前1天，还有过年后都可以。而且我有刚挂没多久啊。肾脏内科。到这边才知道休诊。对啊。那后来怎么办？那个护士就照着旧的处方签开给我。病院爆发院内感染，相关的人员包括门口志工到清洁人员，拢是全副武装，目镜、防护衣、手笼拢交齐全。目前桃园病院确定有看诊的，包括骨科、小儿科、综合内科等。确定19到22会停诊的是神经内科、心脏血管内科、胸北科、腰子科，而且可能会持续增加。夜间门诊嘛停到拜6，民众到病院看到病院冷冷清清的模样嘛，惊一跳。进门那个汽车停车场，我就觉得不到10部车，那私人停车场。然后进去的时候，在批假也是坐的位置不到5个人，以前没有位置坐，现在位置只坐5个人。就烦恼讲，院内感染疫情的扩大，指挥中心为昨下晡就进驻前进指挥所。就是要求快速掌握病院的状况，上下动员，希望讲这波疫情会使赶紧结束。